家艺术也能够有不同的风貌哦。今天的11节感动时刻，我们要带您来看看客家文化怎么跟涂鸦来结合。拥有客家血统的涂鸦客 Bounce， 他希望呢涂鸦不要只走西洋风，也应该把客家的花布当成画布，到欧洲展出，大受欢迎，让街头艺术走进美术殿堂。合法涂鸦墙用色大胆前卫，题材五花八门。涂鸦客报道，准备大展身手。他是涂鸦客 Bounce， 喜欢让没有色彩的城市变得活泼又有故事。看看他的创作很不一样。除了有一只代表他分身的卡通兔，传达他创作理念，通常也会加入客家花布上的大红牡丹花，因为他是客家人，不希望涂鸦只走西洋风。大家都还是在揣摩西方的那种卡通的形式，像我这边就是使用比较西方的卡通的形式去做，然后我想要融合一些东方，然后我自己文化客家的元素，然后让它碰撞出一些很趣味的感觉。用喷漆，用色彩，他靠自我的涂鸦风格，把涂鸦带进法国和瑞士展览，让涂鸦也可以结合客家，变成艺术品。只是怎么结合呢？他用客家花布当画布，令人惊艳。就是用一些颜色，然后把它一些光线凸显出来，然后就直接画在，跟着是同张布啦，对吧？然后把它整个封在画布上面去画。他发现花布经过处理也能上色。所以在花布上设计了中西合并的客家系列，在欧洲展出大受好评，也颠覆一般人对于客家的印象。就是然后乐是这个笑开了。喜怒哀乐的小朋友穿着各种颜色的客家花布衫，具有感染力，也有故事性，让国外的同好见识这位涂鸦客独特的魅力。当然他们也很少看到有用东方元素的涂鸦创作出来，所以他们会觉得很特别，然后觉得很讶异，说哇，这东西他们没看过。靠着涂鸦，他变成品牌设计师，也是视觉传达顾问。他的作品还被国家美术馆典藏。他让非法涂鸦走在阳光下，变成艺术的一环，也让传统的客家艺术呈现与众不同的风貌。水泥的单色因盛开的牡丹有呼吸，因耀眼的桐花有悸动。披上花布的脸庞，在涂鸦客的笔触间，在国际殿堂展演源自客庄的感动时刻。